喺睇片之前，歡迎大家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多謝。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港人四周遊我嘅頻道啊！今日同大家夜遊屯門，同大家去一個聽聞塵封咗20幾年嘅神秘地方喎，究竟係邊度？即刻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呢個地方呢，如果係屯門人就知道已經封咗超過20幾年噶啦。冇人知道點解會封咗啦，同埋呢20幾年究竟上邊咩環境嘅？但係今年中秋佳節呢，就開放翻俾公眾人士進入，仲舉辦咗唔同嘅活動添啊！作為大西北嘅一份子我梗係要拍第一手片段俾大家睇啦。事不宜遲即刻帶大家上去4樓俾大家睇一睇咩環境先。位於屯門市廣場4樓呢個位置呢，已經全面翻新完噶啦，更改咗名叫做 TMTP Commons 噶。呢個全新活化嘅戶外活動空間 TMTP Commons 呢，喺今次中秋節正式開放有巨型嘅月亮裝飾同埋燈籠牆可以俾大家一齊賞月迎月過中秋。而呢個 TMTP Commons 呢，開放時間係朝頭早10點到夜晚10點嘅。大家睇到畫面上有各項唔同嘅場地守則，大家可以留意下啦。而佢呢個中秋佳節活動呢，係由10月4號到10月7號，每晚7點鐘到10點鐘免費開放俾公眾人士進入嘅。但係我收到風今晚已經提早咗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去參觀噶啦，所以我即刻上咗去拍片俾大家睇一睇大家睇到畫面上上到嚟4樓呢個戶外空間已經有個6米高嘅巨型月亮，同埋15米嘅燈籠牆，仲有遍佈草地嘅發光兔仔另外，商場仲安排咗一啲豆袋梳化呢，俾大家坐喺度超住賞月迎月過中秋。唔講咁多啦，大家慢慢欣賞下呢個戶外中秋活動空間啦。
大家睇完係咪好想嚟呢？活動啊，聽日正式開始㗎。商場啊，亦都有燈籠換領啦，仲有唔同嘅遊戲攤位同埋工作坊俾大家參加㗎喎。詳情呢，大家可以睇到畫面上嘅片段，又或者啊，大家可以去信和集團旗下嘅 Apps 再點選屯門市廣場啊，就可以睇到㗎啦。好啦，即刻教大家可以點樣嚟啦。大家可以喺屯馬線屯門站落車，然後 C 出口出，再經天橋向屯門市廣場方向行，途經會見到屯門公園啦、屯門時代廣場。全程啊，大約11分鐘就到㗎啦。第二個方法啊，大家就可以坐輕鐵到市中心站落，然後經過屯門時代廣場，隔離就係屯門市廣場㗎啦。當你去到屯門市廣場嘅話呢，喺客戶服務處隔離有扶手梯嘅，然後經扶手梯上到4樓，就可以到達 TMTP Commons 㗎啦。好啦，唔講咁多啦，等我去揾下仲有冇其他特別賞月嘅地方俾大家睇下啦。再見啦，咁多位，多謝大家支持，歡迎大家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